18号上午，伫桂林区的桂南北基店，针对10月21号准备要举办的台南市会歌艺比赛召开记者会，现场嘛请真侪小朋友为大家带来精彩的表演。经过旧年好评，今年要搁一摆邀请对拍鼓有兴趣的民众前来参加活动，嘛欢迎民众会当做伙到场来感受一下比赛的过程。广告比赛这道来办的算第2道了，而且呢非常感谢按许佑仁议员呢也争取来讲桂南北极电台举办这个古艺的活动。桂南北极电台主讲提供一个广场，或者喜爱广告的人有一个舞台，会当起来表演。这就是会当按呢对咱来讲，按呢庙的文化。交这古艺文化，其实广告嘛是一个真深的文化，会当做一个结合。这就是阮桂南北极电，我们一个最大的宗旨，希望是讲会当一届一届都延续下去。今年的比赛开放予参赛者会当结合除了鼓以外的乐器来做表演，除了予比赛过程更精彩以外，嘛予参赛者会当发挥更多创意，同时嘛会当透过比赛，予各队伍互相来良性的竞争甲进步。真诶，我感觉讲，我嘛徛伫即庄啦吼，我感觉讲庙宇其实大家庄头差不多拢有咱诶信用中心吼。我讲北极殿有一个真水诶广场吼，庙埕吼，我嘛足希望讲咱诶庙宇诶文化会当搁加入新诶元素。所以拄啊小朱老师吼，阮去看伊诶表演，伊是迄个文化部甲因赞助诶迄个表演吼，我感觉讲非常的有质感，而且咱足侪传统诶元素其实拢含咱诶庙宇。非常的美好，所以呢，幼人甲小品吼，其实幼人动算了的时阵，阮着做积极美好，就是讲咱遮的文化、优质的文化的时阵，是毋是会当来跟咱的庙宇来做一个结合？小周老师非常的用心啦，我也非常佩服他，他在传统跟创新中间不断的去思考，我们带领我们这些新的团队今年的爆满，其实我感觉讲，就是讲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传承跟接棒。到目前为止，已经有30个队伍来报名，欢迎10月21号有缘民众会当到桂南的北基店做伙来欣赏精彩的歌艺比赛。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